他停妥摩托车与摊子，往回走到马路中央，那里也有一只扁平的鸟，漆黑的身体和羽毛，长长的黑脚，略微粗硬的鸟黑嘴，在柏油上打出另一张不同于烤炉上的模具图案，但他无法判断它活着时究竟是不是一只乌鸦。他有些勉强说服自己，那是另外一只被汽车斩毙的乌鸦。其实乌鸦少年的故事就会讲，一只中年男人，地图电子公司辞职，没打算那个工作，就想去买钓鱼烧的一个故事。佢买钓鱼烧的时间，有一年看到一只乌鸦，同佢茶的练习，看到佢死态的乌鸦当枪，就发下来，就想到，就想要买一种甜的甜点，叫做乌鸦烧。但係佢想到個，佢應該做一隻像烏鴉烏衫嘅來賣呢個烏鴉燒張輯，佢走到嘅做戲服嘅公司，想去做烏色嘅條嘅嗰種服裝。嗰時佢就讀到嘅服裝店裏邊就西門嘅，然後西門開始改變佢對未來一些些嘅冇同樣嘅想法。我嘅生命已經到了唔上唔下嘅時間。手槍突然，日頭老日講高飛嘅一隻時間，當正，唔過當本人心照。今朝想到烏鴉少年故事的時期，嗰時嘅台灣都好一隻時期，所以當多年突然之間冇投入合作。特別講做到40歲、50歲嘅呢種人，突然之間冇投入合作嘅時期，佢會面對同樣嘅心情。小說裡邊其實佢嘅主角做很多工程師，佢其實冇名嘅。不過工程師其實係台灣當代一隻電子產業嘅族群。但當年嘅工程師冇到電子公司上班，佢走去挪威買釣魚燒嘅時期，其實佢就像隱形人一樣。對於來講，就像你客家裡面一隻動態的族群，那個族群到城市地區，佢們有一種隱形人的心結。特別冇講客話嘅時期，冇人會知你係客家人。就像那個小說地區，那個工程師佢冇一樣。就像客家人到城市地區冇講客話，原則上冇人知你係乜啥，冇人會知乜啥係客家人。就像冇人會知咧，小說地區工程師係乜啥人。